发迷糊的人根本不能蘸喝水，灌进去也会呛水的。我来。姐姐的脸怎么这么烫？烫手啊！是不是刚刚拖过来的时候着凉了？我刚才看见官爷在附近，有可能就是来抓姐姐的，还是这里安全。你们两个再去打点水。好。主自杀马牛食者，徒1年。思香炭烤牦牛肉。区区一个商人，居然敢公然吃牛肉，到底谁是蛇鼠一窝呀？这个是红烧雷笋。嬷嬷，回来啦！这个呀，是我们特地打听过的，李大当家的喜口。黑松露爆汁疗身。哎呀，这是谁家的海参呐？哎呦，滑溜溜，香喷喷的。这黑松露呢，是从南诏深山里挖出来的。这海参啊，可是难得一见呢。果真是难得一见呐。此次宴请呢，本是我们几人做动，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让李庄主下了大手笔，这让我等实在是惭愧。银城商贾不下100户，能于这乱局之中守得一方富庶，是靠着银城自发自由的商贾环境，是我们行商做贾之人都明白的一个道理：其心则盈，背离则输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李庄主所言甚是，这杯酒在下干了。诸位，咱们一起敬李庄主一个。我想今年的丝绸行行首，除了李庄主之外，再无其他人可以胜任了。来啊，来，来，请。李庄主，请过目。今年我们花纱行、皮革行代表银城所有的行内商户，都推举你为今年的丝绸行行首。我们都已经一致同意了，现在就差您一个人了。青灵，快请。听闻银城最近出了一件大事，有一个女帮主杀了一个小货郎，正在被通缉。董老板，这算什么大事啊？地痞流氓的斗争每天都在发生，我们还是先完成我们行首的选举吧。哦，但是据传闻，这个女帮主和李庄主的关系不一般呐。清流是什么样的人物，怎会和逃犯有瓜葛？董老板，酒可以乱喝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是说龙傲一被通缉了？听闻是下九流的帮派之争所致。李某突然想起还有一件急事，先行告辞了。哎，李庄主，这推举书可只有一份，你要是今日不签下，那他就不作数了。对呀，就算您与龙帮主是旧识，但是他被通缉，您再着急也是于事无补啊。李某告辞了。清流，李庄主，李庄主，清流，主子，为什么连你也瞒着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主子，我你马上让庄里所有人放下手里的一切事情，用尽一切手段找到龙傲一。是。另外，不要惊动官府，也不要心疼钱，再去调查一下周货郎。主子的意思是，着重查一下丝绸庄走水那事。